灵兰通是台中的中区往过繁华闹热的街仔路，对着时代的变迁是渐渐稀微。不过，即马当地有居民甲少年辈咧拍拼经营，办市集、变装游行等等，互旧社区是重新搁再发展。因暗7点半，公视台语台青春台的网要带大家来看灵兰通，感受旧社区的风华，搁有新世代的活力。队伍内底古装、甲中世纪，甚至是怪物的打扮，互游行的活动闹热搁精彩。这是一阵台中中区在地人从2019年开始，透过举办市集游行活动，互因为都市发展变迁，所致渐渐落车旧社区，会当重新恢复用过的光景。现在这个活动叫做灵兰通散步纳凉会，互这个名的灵感是为日本时代街仔路的名来的。日本的一些战前的有名的商店街，上老的迄条街啊，拢叫灵兰通。拄啊好，就讲这条中山路就是最早上热闹的一条灵兰通，啊，就把这个灵兰通做一个新的一个品牌来行销中区。开统仪式。台中灵兰通比愈节是活动主要的市集之一，透过这个主题的规划，互这个所在真少的历史文化会当重新互大家了解，嘛互市民来到这个巷仔底会当感受英国在地历史风情。一年拢愿意转来，伊就会对这个所在有新的想法，认为讲这个所在和以前无同款啦。这个活动会当互台中人去熟悉台中。现在造型真特别，嘛充满创意的角色，是为全台湾各地来的 rap 团体，因组成台湾实景角色扮演联盟，写真侪民众真热情，做伙加入游行。专工来参与的名古屋奥莫德纳斯武将队，互现场充满日本的风情。灵兰通散步纳凉会，连接旧社区的历史甲现代活力，互无同世代的人伫遮交流甲相会。这个活动当年安尼举办，这个所在嘛豆豆产生新的风貌，嘛搁一届互在地人想起心中共同的城市记忆。记者洪兆生、吴一修综合报道。